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5，诗篇119篇105到106安尼讲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正的判断，我决意要遵行。我一定要按你遵守。三角来祈祷，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专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献上阮的敬拜、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是阮活命的主宰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你是阮时刻的保护甲帮衬。我要专一的心来倚靠你，也要时时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伫你大权能的庇佑下，阮所经过的每一天，拢是有你稳定的同在。主啊，感谢你将你的话赏赐阮，互阮通得到快乐甲帮衬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是阮路上的光。你公正的判断，阮决意要遵行。阮一定要按呢遵守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